歡迎嚟到悉心爹哋。今日想分享3個 AI 生成簡報工具。平時我哋做簡報都需要用咗幾個鐘，點樣透過一個 AI 嘅簡報工具，能夠幫我哋幾分鐘就完成晒成個大綱內容同圖片？而第一個我想介紹嘅就係 Gamma 呢個火熱嘅簡報工具神器，點樣可以幫助我哋幾分鐘就生成一個精美嘅簡報？註冊方面啦。咁我哋可以直接揀登入咧，用 Google 去註冊就可以啦。咁我哋睇睇收費方面啊。咁方案咧有每月嘅支付啦，同每年嘅支付啊。咁最貴嘅 Pro 版咧，就每年大約係1400蚊港紙啦。咁可以做到60張嘅簡報嘅。咁進入內頁之後啦，咁我哋可以選擇新建 AI 啦，揀中間嗰個頁面生成。直接輸入你簡報嘅題目啦，選擇第一個啦，簡報內容啦，語言啦，預設格式啦，免費版本最多可以做到10張嘅簡報，直接按生成大綱，好快咧，佢就會將你大綱分類啦。如果你覺得內容冇問題咧，可以直接去按生成噶啦。咁我哋睇下生成後嘅簡報啦。圖片啊、文字排版啦，做得非常之好啦。左邊咧，就每一張嘅簡報預示啦。如果我哋想去微調修改咧，成個簡報嘅內容咧、細節咧，右邊咧有好多功能可以幫助我哋去加強同埋修改成個簡報嘅。而 Gamma 咧最強嘅咧就係可以獨立編輯佢嘅圖片啦。輸入指令啦，會有啲 AI 嘅 model 啦。免費版咧就提供咗2個嘅 AI model 俾我哋啦。我哋只要簡單輸入一啲指令咧，可以生成一啲圖片啦。譬如我想更改啦，呢張圖片做一啲客戶嘅 IT 嘅諮詢啦。Office 背景後面咧就係一啲中環啦、大廈啦。用亞洲人嘅面孔啦。睇一睇個效果嚟噶。做出嚟嘅相當唔錯啊！你睇到咧，佢都會基本上執行到你嘅指令噶。我哋而家試下另一個嘅語言啦。另外一個model 啦，我哋試一試啦。呢個都係免費版提供噶。我哋撳生成啦。睇睇效果啦，做得都係更加好喎！而家你見到就好亞洲人嘅面孔啦。直情佢背景淨係香港啊，香港啲高樓大廈。如果我哋想進階咧，使用佢啲嘅高質嘅 AI 圖片生成咧，或者佢啲功能咧，我哋可以選擇付費版。另外一個想介紹俾大家嘅 AI 生成 PPT 叫 Word PPT 啦。佢未有中文版本嘅，可以用一個英文語言去睇一睇先啦。佢亦都好簡單，有個標題俾佢生成嘅大綱啦。佢就好多模板就會俾你去選擇啦。而家咧，佢嗰個長期使用嘅費用咧就係$139.99。去註冊都好方便噶。我直接係用 Google 去登入啦。睇到佢裏面嘅版面啦。呢個咧就係 AI PPT 嘅生成啦。第二個咧就係 AI Chat。AI Chat 就係好似我哋用 ChatGPT 咁啦，佢提供咗40啊同埋ChatGPT 4 model 俾你去做一啲 AI 嘅 checking 咁樣噶。跟住就有一個 WordPace 嘅 PDF 啦。可以常用嘅 PDF 嘅工具啦 ，merge 啊、分離啊、image to PDF 啊。最後一個叫做 AI Summary 啦。啲多頁嘅 PDF 咧，你放上去咧，佢可以幫你好簡單咁樣summary翻嘅內容噶。打咗個標題內容咧，撳生成啦。你會見到咧，佢會有好多嘅模板咧俾你去選擇噶。
咁啊唔同嘅分類啦。咁已經你可以鍾意選擇邊一款咧，你直接點選去點選咗之後咧，咁佢就好快速咁樣同你去生成所有頁數嘅模板內容啦。咁啊已經完成咗之後咧，你見到咧佢好整齊啊，所有版面啊啲文字都同你配置好。咁其實呢個時候咧，你就可以用佢嘅功能啦，修改翻唔同嘅內容啦，或者你換圖片啦等等。另外你想試下其他模板咧，咁啊你換模板啦，咁啊選擇翻你中意嘅模板，按點選。咁啊確定之後咧，你會見到咧好快速生成翻新嘅模板俾你噶。最後一個想介紹俾大家嘅就係 AI PPT，佢有分一個國內版啦，同埋呢個嘅國際版啦。咁啊，國內版咧，咁其實會多啲功能㗎，咁我哋睇翻就話國內版嘅價錢亦都會相對平啦，咁啊有399已經係 lifetime 啦，即係永久性啦。而呢個海外版咧，咁啊佢本身就要貴少少嘅，$108啦，咁就 lifetime 即係一個永久性嘅享用啦。咁佢個模板啦，咁啊模板其實係比較少㗎。相對於一個國內版，你見國內版咧裏面咧，佢嗰個模板咧係海量咁多嘅，好多款式嘅，成個廣場咁樣嘅。咁而且咧，用佢嗰個國內版嘅生成咧，咁佢亦都用到個 DeepSeek 大模型嘅。咁而我見到咧，佢嗰個海外版嗰度咧，暫時咧係冇提供一啲叫做model language 俾我哋嘅。就係主要係見到佢係純粹叫你打一個標題啦。咁佢一樣裏面咧都係你可以有啲設定嘅。咁譬如你設定佢幾多頁啦、頁數啦。咁啊，譬如你一啲咩類型啊、咩風格啊。咁啊，你如果你用繁體中文，記得set 翻繁體中文啦。你就可以去撳一個掣，去一鍵生成翻成個內容出嚟啦。咁啊，用法都係非常之簡單嘅。最後我哋總結下3個 AI 簡報工具。如果你想簡單好用咧，而且價錢平嘅咧，國內版嘅 AI PPT 咧係你最好嘅選擇。而工作上咧需要用到 PDF 嘅工具啊，將一啲文件咧做啲總結 summary，同時間要使用到 ChatGPT 咧，咁啊 Word PPT 啲你可以選擇。最後，如果你嘅圖片質量需要求好高咧，而且想玩到一啲高質量嘅圖片嘅 AI 生成咧，Gamma 係你嘅不錯選擇。多謝大家收睇，希望你鍾意我頻道，俾個 like 同訂閱啦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